大家好，今日係美西時間9月22號，歡迎收睇第4期嘅馬維讀報，我係 Sabrina。距離中共20大召開只係剩返廿幾日，北京當局對其命名嘅孫力軍政治團伙雷下重手。21號，中共前司法部長傅政華被判死緩，中共江蘇政法委前書記王立科被判死緩，而且兩個人死緩喺期滿之後終身監禁，不得減刑，不得假釋。有分析指出，接住落嚟作為團伙頭目嘅孫力軍下場會係點呢？法廣評論寫道，習近平當局今個星期先後對包括傅政華在內5個昔日嘅公安大員、孫力軍政治團伙成員嘅判刑可謂好重，但分析人士就認為中共20大前司法公安系統大清洗下重手，一個係因為習近平為20大順利連任緊握刀把子、消除隱患嘅重要步驟。有酷吏之稱嘅孫政華等人遭到重刑，並非因為佢哋係酷吏，習近平並唔會放上心，亦都唔係判決書列舉嘅貪款數額巨大，更加不在於官有幾大。對佢量刑可見地嚴重嘅真正原因，佢係孫力軍政治團伙嘅一個主要角色。法院冇講出嚟，據指一個政治團伙深度捲入中共大佬之間政治鬥爭，一個係習近平最忌諱，亦都最唔能夠容忍。文章指出，2018年習近平強行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為今年20大自己不到點下車，繼續做總書記，甚至永久執政開路。多個渠道信息顯示，此舉喺中共黨內引發嚴重不滿。要知道，後鄧時期中共一項嘅重大體制改革就係取消終身制，建立領導人嘅任期制，反對個人崇拜。習近平取消任期制，等同於否定中共前任領導人鄧小平黨內嘅體制改革核心內容，引發嘅不滿同潛伏嘅危機都難以預料。多年以嚟，習近平點解再三強調政治安全、政權安全？要害其實就係佢本人嘅安全，佢本人能唔能夠安全地、順利地長期執政嘅問題。因此10年反腐，各個擊破，喺走向長期執政路上，習近平最痛恨、最忌諱嘅就係佢所指嘅政治團伙。尤其一個被稱為政治團伙嘅力量出現喺直接關乎高層安全嘅刀把子領域，習近平當局下重手清洗，以反貪嘅名義清除所謂嘅團伙就好容易理解。評論最後寫道，作為公安部前副部長孫力軍，到底對習近平為首嘅黨中央背地裏做咗啲乜，能夠做啲乜？當局語焉不詳，根據傳統做法，大約唔可能向外界提供具體嘅事實。法院判刑時同政治有關嘅內容恐怕唔會提。有人至今仍然懷疑孫力軍政治團伙嘅虛實，懷疑習近平不過係殺雞儆猴，從而為自己20大順利連任鋪平道路。孫力軍政治團伙一個個開始判，目前判得最重嘅係傅政華同王立科。作為孫力軍團伙嘅首領，孫力軍會點樣被判？如果佢有重大立功行為，咁又應該點做好？中共20大之前，除咗習近平連任以及高層人事變動引發諸多分析同猜測之外，一啲媒體亦都關注習近平未來嘅接班人，但唔同嘅時間傳出嘅接班人選年紀越嚟越細。就此，有分析認為，根據習近平到底會執政幾長嘅時間，接班人嘅變數亦都好大。彭博社19號報導指，習近平接班人可能係70後，咁樣到習近平80歲時進入中共高層。報導分析，70年代嘅呢一代人當中，有百幾個人已經喺各省各部委擔任高級職務。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嘅學者李成就表示，喺下一屆中央委員會嘅370幾個委員中，佢哋將佔1成左右，主要作為候補委員。報道仲列舉咗5個嘅關注名單，包括51歲上海市委副書記諸葛宇傑、
49歲雲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書記劉鴻健、51歲山東省委常委、濟南市委書記劉強、52歲貴州省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史光輝、52歲福建省委常委、副省長郭寧寧。之前港媒明報喺今個月初認為6.5後若果20大入局，可望係接班人，有7個人被選，包括中共人力和社會保障部長周祖逸、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陸浩、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何君科、陝西省長邵一德、遼寧省長李樂成、江蘇省長許昆林、福建省長邵龍。不過報道認為，按照常規，呢7個人今屆入局嘅機會唔高。早喺舊年，新加坡《海峽時報》亦都曾經放風，中共20大習近平挑選繼承人，並點名5個被習近平相中嘅人選，佢哋分別係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中辦主任丁薛祥、副總理胡春華、上海市委書記李強以及廣東省委書記李希。呢幾個人都係1960年前後出生，但如今隨住20大越嚟越近，多數嘅觀察者認為習近平會長期掌權。對於20大習近平選擇接班人，而家基本冇人討論。海外時評人士黃克分析，大家都喺度猜測，所謂習近平接班人嘅年紀越嚟越細，原本係猜測6.5後能唔能夠進入政治局。而家另一種講法係70後接班，主要係因為習近平到底能夠執政幾長嘅時間，呢一個變數好大。習近平當年被作為接班人定落嚟係07年，佢當時係54歲，然後去到2012年18大上任。由目前嚟睇，中共政治局入面冇50幾歲嘅人，最年輕嘅胡春華都59歲。呢一個係習近平有意為之，有意製造一個人才斷層。咁樣習近平將來可以根據自己嘅意願揀人，將現有派系勢力接連扼斷。旅澳法學家袁紅冰就認為，接班人問題唔係當前中共政治重點，中共政治重點在於習近平連任，而習近平連任嘅本質就係習近平最高領導嘅權力終身解決。佢認為中共而家唔存在討論接班人嘅可能性，邊一個討論習近平接班人，將被視為習近平嘅反對派，受到嚴厲打擊。隨住美元持續走強，非美元嘅貨幣貶值，中美利差亦不斷擴大，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日前失守7蚊大關，創下2年幾以嚟新低。對中國經濟嘅負面影響亦都逐漸顯露。根據國際金融協會數據指出，中國股市喺8月份只有10億美元嘅資金流入，但同月債市流出額達到77億美元，已經係連續第7個月流出。外資嘅加速撤出，正係將表面繁榮嘅中國經濟打回原形。綜合報道，中共當局自舊年12月至今年嘅6月，連續7個月減持美國國債，今年已經拋售超過1000億美元。基於地緣政治風險考量，以及俄烏戰、美國制裁俄羅斯嘅前車之鑑，中共未來應該會繼續減持美債，增加非美元資產嘅配置，分散投資風險。此外，自新冠疫情肆虐以嚟，清零政策已經對中國內需市場造成莫大衝擊。與此同時，中國房地產危機持續擴大，股市亦都慘遭波及。數據顯示，第二季中國 GDP 年增長率只有0.4%，遠低於預期，可見上海等大城市封城對中國經濟衝擊之大。另外，北京當局喺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計劃，亦都造成資金大量流出嘅原因之一。據統計，一帶一路已經燒咗北京8650億美元。如今，北京一方面冇辦法好似以往一般大撒幣，另一方面亦都難以收回多筆嘅款項。此外，當全世界積極加息對抗通脹，中共選擇降息刺激經濟，導致人民幣持續貶值。
眼下資本外流形成嘅資金缺口，已經導致中國房地產市場嘅泡沫化，爛尾樓接連爆，不合時宜嘅清零持續拖垮中國經濟，內憂同外患降低成長動能，短期之內中國嘅經濟將恐怕會惡化落去。9月22號，美國總統拜登同密歇根州州長惠特莫一齊參加底特律車展，仲一齊現身一個私人捐款活動中。一場本來平平無奇嘅活動，就意外令所有人食到一粒花生。據報道，依照慣例，攝像頭已經擺好位置，等待拜登帶住夫人同密歇根州州長等隨行人員一齊入場嘅畫面。但當拜登一行出現喺入場嘅畫面嗰一瞬間，所有人都呆咗。先係第一夫人一身紅衣入鏡，隨後影到拜登，但拜登身邊手拖手嘅竟然唔係第一夫人，而係密歇根州州長惠特莫，兩個人手牽手一齊走。由影片中可以見到密歇根州州長惠特莫被嚇親，連行路都好唔自然。另一邊嘅第一夫人呢一個時候嘅心情亦都好複雜。相關影片下面網友們紛紛發表意見，應該認錯人。拜登以為係 Jill 自己嘅老婆，總之佢睇起嚟好奇怪。兄弟們老人痴呆無疑，拜登自己竟然冇發現。此前有關拜登嘅健康猜測始終冇停過，拜登亦都曾經因為古怪或者不合時宜嘅奇怪舉止受到批判。早喺2019年，拜登喺競選總統活動停止時，望住妻子吉爾拜登將手指頭伸到面前時，竟然一口咬住佢嘅手指，當時令人大惑不解。就喺幾日前，拜登參加英女王嘅葬禮時，仲玩自己條脷，同樣引發熱議。以上係今期馬維讀報嘅全部內容，多謝大家收睇，我係 Sabrina。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歡迎你贊好同轉發我哋嘅影片，我哋下期節目再會。